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嘅客家人，唔但止個食材上上蛋糕有一片天地，而且還被創辦嚟海外體育所嘅頭等學校，共同組織重建10年前本社會體育嘅民族學術工藝會館。槟城台校係台灣，我們中華民國在海外的第一所海外僑校啦。希望咁樣你喺睇下完成之後啊，客家人在槟城啊，感覺到一種光榮同驕傲。從了解記得嘅會館火燒體之後呢，我哋就台灣都係客家人呢，大家都出錢出力都係協助佢。當時台灣人兩次一插隊嘅時間，同馬來西亞關係可以說完全切斷嘅。台灣人最黑暗嘅時候是兩次接通。位在於馬來西亞嘅西北方，馬來半島順條嘅土里小島檳榔嶼，擁有碧海藍天嘅風光，老茂盛嘅熱帶植物，係嘅充滿嘅南洋風情嘅觀光勝地。早期含有海族語嘅美名，來形容佢成為海上民族共用嘅江。佢嘅首府檳城係從它嘅13.5公里嘅檳圍大橋同馬來半島相連，同時佢毗鄰優良嘅港橋，建議發展成為馬來西亞嘅第二大城市。檳城係一隻小島，島方差唔多有60萬人口，島方就有一條橋嚟接起內陸。個檳城呢，就環境、住宿都係比較好，因為它是環海城市。檳城呢，多數都係華人。應該檳城嘅華人呢，檳城有70幾%係華人，檳城島內有70幾%係華人，佔多數。客人呢就唔係多，來位最多嘅係呢福建人、閩南人，同潮州，將會來到客家人。所以嚟位當然係有兩個好出名嘅地方，所以就好團結咧，就學術公會啊。馬來西亞嚟講啊，我都係講要600萬嘅華人啊，客家人要佔20%啊，即係120萬到130萬左右啦。在檳城咧，嘅人口係130萬啦，130萬客家人在檳城就後來就分起啲霹靂州分起啲雖然就好多地方，其他好多地方。見啦，我就講檳城嘅客家人佔你檳城人口，講要10多%啦，10多%啦，15%左右啦，冇達到20%啦。不過我都係客家人最想做你嘅做賣布嘅，做金店，做藥材店，還有做你嘅建築嘅其他嘅大致上係做你嘅生意嘅比較多啦。還有採食品嘅就係去嘅嘢。係啦，就去嘅蘇蘭河島，我哋係從事嘅生意啦。因為檳城係一個旅遊嘅地方，亦冇咧食康啊。今年1786年英國人來到香港登陸檳城之後，英國人嘅勢力慢慢嘅在檳城建立起來，大批嘅移民到檳城來謀生。其實早在英國人踏上嚟呢塊土地之前，清朝時期，來自泰國嘅客家人就已經草上嚟到檳城來開墾嚟。來睇下1786年你開埠檳城以後啊，有好多嘅華人啊、馬來人啊同印度人啊，馬來人從吉打來，印度人從印度過來，華人從中國過來咧就啲居住，慢慢咧華人咧就多起來。但係咧，在你1786年咧來之前啊，已經有華人在那位置居住。所以我哋人講講起你太白公廟嘅做馬會咁樣按照就成立上來。基本嘅客家人所崇拜嘅太白公廟，最初就係從檳城開始建立。
用來紀念地方上最早嘅華人開拓者。之後，慢慢嘅演變成為一般客家人所拜嘅白宮。因此，邊上嘅太白公廟對於客家人嚟講，相當嘅有意義。有3隻嘅客家人，即係莊里、潮州省同呢嘅馬湖村。莊里喺老太而省市，是譬如都係2隻人做紀念日，所以啲父母就建喺你嘅丹陽烏呀，建喺太白公廟嘅地方。後來現在2隻人都視頻，同樣裝在那個地方。後來嘅華人咧、客家人咧，就因為講，即係喺即係客家人嘅選址啊，就拿嚟紀念日。紀念日咧，就要太白公廟係種建設。所以講啊，你喺太白公廟啊、太白宮啊，喺我哋客家人啊，其實最先啊，在馬來西亞成立上嚟嘅。在中國咧，叫喊做土地神啊。就係同啲太白宮同一樣嘅地位嘅。我哋喺馬來西亞馬來嘅風俗就講下面做太白宮阿伯，因為莊里喺太白嘛，太白、二白、三叔咁樣分落嚟嘛，就喊做太白公廟。後來嗰年咧，就因為講啲太白宮好強啊，就拿嚟用，客家人先用，其他福建人啊，其他石人啊，就後來就跟佢就咁樣建嘅太白公廟。所以馬來西亞嘅第一個太白公廟係客家人建起來嘅，就係見啊，而開頭要看到1799年建呢個太白公廟，而且佢嘅全名叫做海珠嶼太白公廟。廟地位度嘅對聯，傳統嘅反映喺登上檳榔魚嘅客家人早期嘅遣訪生涯，從文字嘅描述就能看出，佢哋在檳城很係嘅蠻荒嘅原始山裡，做艱辛嘅開墾、落地生根。任何惡劣嘅環境，在客家人一代接定一代耕耘之後，都會變成美麗嘅家園。來到檳城嘅客家人，其中最知名嘅就係陳述全世界華人尊敬嘅孫中山先生。清朝末年，佢發動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孫中山反抗壓迫、勇於改革嘅態度，係另外一種客家精神嘅代表。檳城嘅客家人發揮團結嘅力量，貢獻大量資金支持革命。孫中山也在檳城創辦報社，宣揚革命嘅思想。廣泛嘅報導件仍然係持續嘅發行。大家都對佢十分尊重啊！睇下佢係對我哋嘢一個影響嚟嘅嘛，大家都對佢評價好高。雖然佢唔係馬來西亞檳城嘅嘢，不過佢都對檳城十分熟。好多前輩佢來嘅時候都同佢關係都唔錯。咁呢個親自佢就學廣泛嘅報佢創報廣泛日報，同佢來呢位也嚟嗌聽前輩嘅人講，也來呢位提前來抗戰之類嘅東西，佢做咗好多呢個東西。佢目的係推翻啲滿清，號召啲馬來西亞嘅華人啊，嚟支持佢啊，嚟推翻啲滿清本錢啊、木建咁樣啦。而希望咧有隻力量嚇，在海外響應佢嘅辛亥革命，結果佢成功啦咁樣，就推翻啲滿清啦。而家2年，已經成立《廣華日報》嚟宣揚佢嘅三民主義嘅思想。在《廣華日報》還有冇？還有，今日還有，已經有，我講有80幾年歷史啦。檳城嘅客家人從過去嘅寫本生理來開始做起，隨着現代化嘅進步，將客家精神同西方管理思想結合起來，像係王天龍、盧秋燕、鍾建福，唔但成為出色嘅企業家，還獲得了馬來西亞政府給予拿督爵位嘅封號。馬來西亞有好多咁樣嘅風俗，咁樣風俗咯，就係從佢嘅以前嘅蘇丹皇族嗰位開始嘅，所以對佢嘅殖民有乜嘅貢獻，佢就本乜嘅獎賞，這個就從嗰個幾百年前到今下，喺一隻咁樣風俗，就從嗰個以前馬來人嘅社會地位嘅蘇丹出嚟就土王嘅位嚟，咁樣發展起嚟，所以呢個人民啊，呢個殖民啊，係有乜嘅貢獻，佢就始終會本一隻封號，
大同小嘅封号来安样来鼓励佢哋奖励佢哋，係安样来。那传承嘅义务有冇係點啊？傳承啊義務，你做納都啊，封啊納。納都你做開後檢點哦，人納都有就封號嘅，你自家做盡量再多做嘅社會公益事多做嘅有多少領導嘅一個形象好咁樣，所以自家一切都要喺後檢點，多做啲社會嘅公益事，鼓勵到大家人做好係樣嘅事情。英國制度留下來的，英國人有爵士啊，有那個東西哈，所以馬來西亞以前就是英國的殖民地，所以有推行一種制度，其實呢個制度也有相當嘅好處，鼓勵大家對社會要有貢獻。比如講那個有錢嘅人，有身體做有錢嘅人，可以捐獻本那個慈善機構，鼓勵大家去做點善事，那個對社會有貢獻啦哈。就會本個爵位，就納都啦，或者其他嘅爵位，本一個有貢獻嘅。所以一種制度應該講出嚟，對社會嘅那個對社會有相當嘅發展嘅功能啦。勞苦之後，佢台新事業得到成功，但係客家人嘅典型範例，難能可貴嘅係限地的而來感恩勞回饋。客家人在海外開創事業，為要先實現生活嘅環境，才能夠企穩體業好，係人命也好，係樂觀積極也好。但係客家人確實仲係不落而後，仲係行在頭前。客家人向前行，變成客體同心力廣告之後，繼續連接介紹。新年1976年，頭擺檳城係個免稅國，一下雖然講愛打稅，但係稅率並冇高，物價又低，因此吸引嚟一度嘅外商前來投資。一部新嘅移民潮的報道，就會一度係來自台灣嘅客家商人。盧秋燕和齊世木分別來自新竹和苗栗嘅客家人，多年來嘅主顧關係，建立嚟良好嘅工作默契。看待事業慢慢嘅穩定，一年又一年嘅擴大規模，當初實現生活環境嘅辛苦，也變成了一種經驗。來到馬來西亞又話試車機係靠嘅左偏行路啊，哦。下巴上去久冇轉退翻去哦，試車是為見人兩邊上行左偏啊！我右邊我哋用咩呢？因為拄到一擺，拄到一轉彎，用頭天嚟查幾排全部行唔衝咯。我常常啊啲對退彎呢吼，咩對馬來西亞行路係對行正偏啊，行左偏咧，兩個對馬來西亞轉退彎去吼，我感覺到是動趣嘅一種事情哦，所以久冇轉退彎，我試車我特別小心哦，我見人退彎行正偏啊，冇再我行左偏啊，哦。剛開始過來家吼，我是嚟自家過來啦，第一年啦吼，第一年過我本人沒有過來，第二年我家剛結婚冇叫第二年係意思啦，因為我台灣咧我爸阿妹啊，然後透過照顧細細家一兩歲照顧，到3歲家就過來啦。過來嘅話，一開始是很唔慣到嘅，因為交通方面啦，食的方面啦。食的方面吼，大部分方面都台灣帶一些東西過來食咯。因為呢沙茶醬啦、調油啦、泡麵啦，台灣呢還是ham啊，就帶一些過來哦。慢慢的一片咩重量咩油嘅，乜個東西咩配合得多。我一片水果也都會不會咩吃到油做的啦？也完全就唔是咧，唔是到台灣帶一些東西過來咧。也全部都參與融入一片的生活，食方面啊、做啊、交通方面啊配合。剛來家就唔慣的話就
较无朋友啦，吼，较无亲戚，吼，同学也都有无嗲有嗲的，吼，就讲较无安尼也在去了，也在去了安尼，就讲生活化是比较简单啊，轻朴一点哦，好，不过还是不错。那慢慢就融入这个马来西亚这个。我头款款上白蛋糕，不管係在辦公室或者係在工廠地擺度，做成下單勉勵員工嘅便宜。只係簡單嘅一句話，卻時時刻刻發揮嚟功效，讓工作嘅氣氛發揮起來。呢條便宜係來自盧秋燕嘅構想，也做嚟講係佢對自家嘅期許。从我办公室我是有一种嘅，我讲，吼，成功呢最大嘅机会呢，是讲忙做胜讲难。所以叫啥来人爱讲嘛事情，我感觉到讲，你冇讲嘛嘅改革唔得咧，吼，因为15以上，大家上，确实改革得，吼。对你到办公室呢，我未有本种嘅表意机，我是讲你。會用嘅當客氣嘅話來隱瞞，吼，本客戶滿意嘅依個答覆，吼，冇講話咧，講到講嘅吼，講見也係講話要冇禮貌嘅，吼，所以我辦公室嗰呢，也都成日即專門咪要吼，按照我意思去做。我落底我做些我係靠勸教。哦，對軍隊哦做差唔多10年入邊，哦，所以我下來以後呢，我東江我對個紡織廠基本上我是做個主管，因為家下阿三開工廠下多，佢也當希望軍人，我呢用也對個呢，哦，次次用有點軍事係個教育嘅方式呢，來去個主要呢，我後輩對志向來講，我工廠哦。非常注重了到教育方面啦，所以我哋從了要去談了到嘅講座會啦，去參加嗰啲教育訓練啦，哦，所以我咪將嗰啲學到嘅呢，來寄託了到員工，哦。邊上客家人嘅現代化企業提供嚟見到嘅工作機會。他的主管必須面對來自不同種族嘅員工，在語言和文化當中都有所不同，溝通對兩位就變得當重要，對主管也係一種考驗。你放大圖這麼明顯，對不對？那放大圖再把它拉近，再放。比較起來吼，服從性吼就較差一些啦，因為講起來台灣有做兵啊，迄些代人的話有做過兵吼。伊安尼對安尼服從性吼，較會較談得下去啦。唔好講了就搶嘢無公平啊，無乜嘅啊，就安尼做反抗哦。台灣人較有安尼精神。不過一片吼就講，佢咩從細開始安尼起來咩？有啲佢咩冇接觸到安尼教育啊，都安尼啊，像啊唔係講軍事教育啦，就講較嚴格、較嚴管就會啦，吼，如果有啲反抗啊，不過安尼吼做可能啦，可能要台灣來人吼，就慢慢的去教，去來講，吼，也社會吼競爭做安尼，唔可以成塊一天去打拼，去來人拼，唔係講讓佢強鬆做些，讓佢強鬆做些，讓佢較好，我就啲做到較好，唔係安尼，一天去來拼，冇拼嘅話，天都跌下去嘅。盧秋燕嘅奶爺原本係在台灣從事執行天職業，後來到檳城落阿爸鄉下來做頭路。2-3年都係同事嘅關係，在日夜相處之下，佢所看到嘅盧秋燕唔單止係一位父親，而係一位真正嘅企業家。佢也開始了解到海外創業並唔係有錢就做得完成嘅。
啊，過來呢度研究啊，慢慢會感覺到啊，來外地開發一間工廠唔係當容易嘅事情，因為大家國家嘅法律冇強讓，規定冇強讓，單單講你嘅勞工法律又咪冇強讓，所以來到呢度，其實你在相信人冇辦法一下子簽到，你就慢慢去簽。簽到以前呢，你就設計會曉，唔管係做乜嘅事，採木啊、業務，全部嘅設計會曉會到啊。所以來我輩外地來開發一間公司，唔係講當方便啊，要一定嘅責任啊，一定嘅嘅壓力啊，想要辦法啊。而像台灣嘅話，遇到東西唔想就問當朋友就讓停手。咁來到外地嘅話，是尋到台灣過來一些台商朋友，而做得讓停手嘅。哦，其他嘅來慢慢認識，才在讓幫忙到。俺像一個中央士官咧，唔係太士官。而個大壓吼，俺當時台灣人央士官一插隊嘅時間，同馬來西亞關係可以都完全切斷嘅。所以俺哋睇嘅工作人員，雖然俺有投資啊，俺哋個機油嘅權利吼，用2倍就搶進1倍，一搶進就排重用，所以相當辛苦嘅段時間啊。台灣人最黑暗嘅時間最階段。對於黃天龍安尼已經係第一代嘅客家移民來講，佢在工作當中當然用人嘅策略就有所不同。在佢所經營嘅高科技原先天路板工廠的北度，大部分就淨係印度人，有的甚至擔任工廠設計師，或者係高級主管嘅職位，讓人哋感到相當嘅意外。唐人少，因為唐人好多都是自家做老闆，自家都會因為教育程度都夠高，唐人好注重教育。所以大家，你看那工程師，多數同領導班子都係唐人。不過個中下呢，就尤其係嗰度愛做夜班嘅呢，晚班嘅呢，所以好多唐人都唔想做啦。也印度主管要跟咗時間8年，後來會好多都升咗主任啊、經理都有嘅，佢也跟人上來啦。所以我認為人同華人同印度人主要嘅愛做得就得啦，有件肯做，最要緊都係佢哋肯做。我平常呢就係工追人，工作在追人，所以在安樣嘅環境之下，去印度呢，尤其係印度嘅硅谷喺咗Bangalore係嚟就嘅教育水準又唔錯，也嘅數理英文都好強，所以對於設計軟件都係一個好理想嘅地方。在邊上嚟到成功嘅客家企業家嘅成功，我哋係發現你嘅共同嘅特點。嘅就係佢哋早前會使用多種嘅語言。英文雖然係官方規定嘅語言，不過對於馬來人和印度人使用簡單嘅馬來語和印度語，就能表現更多嘅關心。即使係在方言嘅社會地位度，除了客家話之外，佢哋還必須使用流利嘅方言和河洛話。多種語言能力變成了嚟到客家人嘅優勢。使佢哋能夠在雙重嘅競爭地位度把握更多嘅機會。為了安心工作，台上突然加添在邊上長期居住下來，但係下台嘅教育變成了佢哋所擔心嘅問題。呢個時節，客家人再度展現團結嘅力量，合力創辦學校排除萬難，成立體所教育部認可嘅海外台灣學校。客家人向前行，變成合氣同心力，廣告之後繼續民族介紹。
虽然台商携家带眷到槟城投资的人数增加，深度适合台商资源的学校教育，促使槟城台湾学校的成立。现在当然孙中山先生所创办的一部社作为起点，在一度客家台商的全力支持之下，槟城台教继承了一部社求知的精神。当初台商来到马来西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啊，一开始因为也在本地学校跟外国學校冇乜嘅接受台灣嘅學生嘅啦，呢一開始家就有invented 的一個互動書狀文思人先生啊，佢都因為個呢係咩人大家來到海外啊，來參觀一個學校，是看做得冇。當初有呢構想，後尾發現台商就在台灣台商在這邊啊，就慢慢的集合這樣的力量出來，做得了聲搶，你共享下來，後尾就慢慢的由文先生開始發通，捐錢啊，大家同出力，來一隻學校，台灣的體隻學校啊，就海外體隻學校建立起來，就到槟城。台教創辦有嚟企業嘅支持，還會面對行政長期嘅阻礙。在基因過程嘅營業太集團嘅副董事長文思賢嘅奔走之下，槟城台教終於會帶來國內教育部嘅認可，但係學校嘅經驗係條長遠嘅路。槟城台教仍然要克服一度嘅資金和師資嘅問題。那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是有教育部的一个教育的补助，有国家有义务教育，所以我们也一直就是说到现在来讲呢，教育部也国家也把这个认为说是一个海外义务教育的延伸啊，所以困难当然在各方面的困难，师资最重要的是一个师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终究在海外没有办法像在国内一样，我们是一直很希望让我们的第二代能够受的教育跟在国内一模一样。但是问题是，这个师资我们在找寻上跟那个非常的困难。当然，一个在资金上，一个在师资上，这是我们目前面对最困难的一个局面。这个是第一个是待遇问题，第二个是老师的师资那个他的年资问题。他来这边呢，是不是刚开始办的时候呢，教育部还没有承认，所以他们我来这边，第一。你薪水不够付给我们那种薪水嘛，那种待遇没办法。然后他这边来，如果待3年，他回台湾的时候，他要去哪边读书？他要在哪边再教书呢？这个问题。所以说，第一个前提就是说，找一些从台湾太太嫁到本地来的，第一优先；第二是本地太太然后有去台湾留学的，那个第二优先这样。學校嘅教育強調唔要變重，學制和課程完全同台灣相同，使得台商子女容易適應。即使談定台商往返兩地，課程還係能夠廉價。這裡是小學有6班，有國中有高中。小學現在全校超過132個學生，小學部比較多75個，中學部有超過30幾個，高中比較少20幾個。那他教學的方式跟台灣有什麼不同嗎？他跟台灣完全一樣，跟台灣都是同步，教科書都是從台灣來，然後你從台灣轉到本地，轉到變成台校也可以跟台灣的課程銜接，都可以。就是說你在這裡讀。5年級你回台灣還是一樣讀5年級，通通可以接得上。有啲台商在海外接觸各種競爭嘅經驗，學校特別強調成年嘅英語教育，聽講讀寫嘅完善課程，要求每個成年人做成為學以致用。My name is Scott, and
storybooks and swim. And then my favorite color is light blue. What about your favorite subject? My favorite subject is English. Oh, I see. I am 12 years old. My hobby is singing and playing computer games. And my favorite color is purple. And I have many friends in Nankai School. Yeah. 马来西亚就读各种语言都有，就中国人话有福建话、广东话、潮州话，又有印度话，又有马来话，所以要警察要工作嘅時間啦，會面對嗰度各族群嘅人，這個講嘅話冇相同，所以政府就提倡一個制度，香港如果假講一種話，就每一日就假500元台幣嘅津貼。 仲有一種能力唔係拿嚟承接嘅啦，就講唔對人民嘅服務有各種嘅功能，所以加500元台幣嘅那個津貼。崇義教學用聲音嚟 keep 起嚟語言嘅優勢，同樣推宣傳嘅客家話慢慢嘅消失。學校地位度嘅客家學徒幾乎都唔曉講客家話，甚至唔知道自家係客家人。你住哪裡？ 台北站。哪里？桃園啊？那你會唔會講客家話？不會啊。全部都唔會講客家話，連客家人都唔會講客家話。我不會。會聽的舉手。聽得懂客家話舉手。一點點的請舉手。你們用客家話講，你會講什麼客家話？會聽而已。聽啊。 來跟我們幹談是吧？你們會講客家話，會講一句話的，請舉手。隨便講一句的。我們講一下，現在你要不要在台灣那邊？苗栗啦。你現在。唯一曉講簡單客話嘅就係慈氏木嘅來源。 其他嘅聲音呢，最多只地帶自家係來自台灣嘅客家人，所以客家嘅精神非常係文化，對佢哋嚟講係以上分嘅。其實客家人真係勤勞精神當好，大部分也有一啲擔心就係家長嘅問題較多啦，因為講實在，細人嘅細技巧唔會比較啦，大人都提講嗌細樣嘅。 客家莊多樣嘅也客家人嘅勤勞程度樣。不過細人嚟講應該佢許多某環境本佢某個環境做樣嘅生活做唔要係咧阿爸阿媽樣嘅教佢咯，樣嘅教佢樣嘅客家精神來講，按嚟慢慢佢就會接觸到一條精神。冇佢頭講實在也係小人。 通過如果上電腦啊，上網啊，玩一些遊戲啊，他根本也唔知投擺客家人啊，或者投擺樣嘅生活，樣嘅教佢可能就樣嘅做。而家細人大部分還做得啦，像細人尤其還係有啲客家人嘅精神啊，因為來一片咩行業當上嘛，比講來到一片安燕當然會轉移台灣看。 過來一片很辛苦，特殊方面沒含義認證啊。現在的孩子幾乎自己母語都不會，所以有些孩子根本他都不曉得他是客家人。像剛剛您也看到啊，他們也聽懂的人，聽懂人就很少了，何況是講。有些孩子來這裡很久，從小就出生，也許出生就在這裡，他回台灣他根本不知道他是客家人。你問他回台灣住哪裡，他也不曉得。 客家台上嘅子女或許只有靠家庭教育才能夠傳承客家話，因為創辦學校已經冇咁簡單。今下嘅變成台教又要面臨新嘅問題。近年來，一部沙嚟作為學校嘅起點，即將本政府蘇俊義成立順義縣博士經驗館，嚟到企業家在途嘅結合起來，即係新嘅起點。
從台灣來嘅教育部代表也參加了會議，雖然講係困難重重，不過還係運用教育技術嘅延續下去。12年前，賓州客屬公會會館在太湖第八度小體驗。今年在賓省客家人出錢出力共同計劃之下，即將在年底重建起來，團結發揮嘅效果，讓佢哋深感驕傲。客家人向前行賓省客體同心力廣告之後，繼續另介紹。馬來西亞檳城嘅客家台商，每3年做成帶定對故鄉嘅牽掛，將係來自台灣高雄閩南鎮嘅總經府，為嚟做成立來到檳城來，但係真正讓佢感到滿足嘅係參與故鄉閩南鎮嘅建設。長期以來，佢建築閩南博士學園協會，協助閩南鎮嘅農業發展和各項建設。佢對閩南嘅呢一份深厚嘅情感，就正係來自成長嘅回應。差唔多3年也到4年就過來台灣一次。我過來嘅時候一聽判的事情，會去閩南，我對閩南嘅感情十分深嘛。我喺很細嘅時間睇閩南嘅生活，最多嘅印象講嚇閩南嘅農村嘅風光，特別人民啊嗰個樸素嘅生活，大家互相幫忙嘅嗰個習慣嚇，又我哋永遠唔會停到嘅。所以我過來一聽就過去閩南。一方面就看閩南，一方面看看老朋友，一方面也看看親戚。那個閩南以前嘅大家嘅生活嗬，大家互相可以幫忙。比如講，做農村嘅工作嘅時間，唔是付錢嘅，大家交工啊，唔係同佢做一嘢，挨咗同做一嘢，大家用交工嘅方式，唔是付錢嘅，喺現在嚟講算。冇交工係全部付錢嘅。為了疏解思鄉嘅情懷，檳城嘅客家台商仲係定期同家鄉嚟做聯繫。假使講能夠在異鄉遇到同家鄉有關嘅事物嘅經驗係相當嘅歡喜。到禮拜六大部分就會一天會打電話進，差唔多5、6點嘅家下，時間冇乜改變啦。所以阿爸阿妹都台灣嘅話咩供養，佢哋想禮拜六咯，5、6點嘅家下轉呀，就會到我來我打電話轉來，他們到禮拜六就會打。喺講上下都有事情啊，冇打到嘅話佢都講天意就打電話來問有乜事情用錯別冇打電話來咯，就咁嚟聽啦，所以鴉片講起來也以後啦，因為各方面的通信不錯啦。尤其天路也沒有講在網絡上可以看得到，可以網上也可以看得到人啦。街擺魚嘅鐵條店，幾道家老公講去了，神奇啊！咁報名我來了10公年呢，我全部對佢嘅人鐵條咧，我半樣我來，全部對佢老呢，我也介紹伊到客家人講，係咪因為鐵條也係天幕啦？咧呢個客家人嘅老人提啊，然後客家人談到客家話啊，是有隻親切感啊，所以我哋所有嘅客家人呢，來到馬來西亞呢，我哋係見面出面用客話來交往。一下檳州客屬公會會館嘅重建工廠，用呢啲平常時當無閒嘅客家台商有機會去共下。12年前，檳州客屬公會會館本太火小發展，而且冇足夠嘅資金重建，現下確定大家嘅樂見，用重建工廠終於展開。因為呢啲客家人我感覺到佢哋非常嘅團結，所以我到了馬來西亞來呢，
伊刚开始讲谈客家话，我感觉到是一只亲切感。然后呢，我感觉到讲鸦片沙个客家人呢，真是讲起来就比any台湾要下强苦啦。所以讲我尽量讲，记了啥就嘛个事情那些呢，我咪召集了到台湾来了到客家人呢，来到去停手啊，从了摆记得个会馆火烧体以后呢，我了到台湾来客家人呢，大家都出钱出力都去协助机，也到any台湾人咩客家人呢，个团结呢，也係any客家人嚟一隻個性，所以到那度呢，了到福隆人佢咪講，呢個客家人很團結，當然any啲咪唔係講老輩嘅要按樣做，any後輩咪繼續傳下去。在1989年，因為太火燒劈了就天后橋我都冇重建，因為有好多嘅意見，最後我都決定講，2000年呢就係先開始一個新的計劃，咁樣就大家就自先合作下，我哋就決定起一個4層嘅會所。新嘅會館產業內嘅素材起嚟一棟5層樓嘅大樓，內部空間嘅使用做嚟長期嘅規劃，使得每層樓都能夠做到最好嘅利用。其中4樓還將設立馬來西亞客家文化館。其實我啲人就決定要起4層樓，4層樓就叫堂房啦。到後來嘅時候，我都發覺咧，還有一個天台嘛，天台再蓋上來啊，就5層樓啦。都見下你看到嘅係5層樓，5層樓睇下咧，看嘅比較堂房啊，比較適用。因為我哋決定咧樓下2樓同3樓咧，去出租俾其他人做生意。4樓咧，我哋就做一個馬來西亞客家嘅文物館。呢客家文物館喺馬來西亞劇良飛啊，大家合作嚟做嘅。咁樣咧，5樓我哋做禮堂，做我哋辦事處禮堂，做我哋飛機嘅場所。做咁樣算起來咧，就比較適用啊，就係我哋有電梯嘛，有2層樓，我哋自家用，其他嘅就租俾人家。我哋打算明年8月啦，8月開幕典禮啦。喺開幕嘅時候，我哋要舉行一個全馬嘅客家嘅客屬代表大會，在檳城。到時我看有500人嚟參加啦。我都係請海外嘅其他嘅代表都嚟參加熱鬧啦。因為我哋3千就係代表大會開幕，呢個會所開幕同呢個文物館開幕3集咧合在演繹嘅時間咧嚟做多曬啦，咁樣嘅成好多嘅展覽演繹啦。呢一下我都係客家公會，我講呢啲客家人團結嘅相展啦。在檳城嚟講，客家人都係佔一個比較重要嘅地位。我哋就想啊，因為還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講啊，你嘅檳城咧係客屬人最先抵達嘅地方，因為客屬人抵達到檳城，其他開枝散葉到其他馬來西亞地方去，所以我都係講在檳城做一個文物館咧比較適合，比較能夠話襯托出你嘅客家人嘅展示啊。做就做好咯，唔做就唔是做咯。其實我都想講冇錢咁樣做2層咁叫咯。我哋講你做2層冇看嘛，你地方很大嘛，不如我都係先做一半嘛，其他一半以後有錢先嚟做嘛。然後前面看起來就好堂皇啊，好偉大嘛，就唔是咁樣費事咯。可唔可以其他我都做加白？希望咁樣你一睇下完成之後啊，客家人在檳城啊，感覺到一種光榮同驕傲。檳州客屬公會會館嘅落成，使得客家人有嚟起飛嘅素材。佢哋也相信，在未來嚟做馬來西亞客家文物館，將讓後生一代嘅客家人更了解先賢嘅故事，以及客家文化傳承嘅重要。檳城嘅台商紀樂部就在盧秋燕嘅屋下，表下工作上主管了下屬嘅關係。所以後所使嘅客家腔就係親密嘅一家人。來自台灣嘅卡拉 OK 客家歌謠，朋友嚟到異鄉打拼嘅城里人共下來嘅享受。客家人向前行，檳城客體同心力廣告之後明介紹。
结束无限嘅一年，卢秋贤也并下嚟当无限嘅公务。呢個時節最愉快嘅就係同太太共下嚟整理花草。才發現第八度，盧秋賢係你習慣自家種的蔬果，享受辛苦之後殊勝嘅樂趣。公司嘅同事也會不定期嘅到盧秋賢嘅屋企嚟做測試，大家拋開工作嘅標準關係，就像一家人咁樣輕鬆嘅吃共下。因為咁樣喺客家人交談起來就感覺特別嘅親切。我下差唔多有咪變成只個推上嚟嘅俱樂部樣，哦，你喺度半樣人呢，而家老呢做嗰度中國結啦、棉布啦、拼布啦，嘛嗰度嗬，也係大篷紗啦，全部對相信上呢對我不可能教了度推上，哦，所以大家呢見面呢，全部有咪係。講客家話，食客家料理，我也對台灣大東道嗰度山歌啦、鄉音嚟嘅歌曲啦，來了呢，大家要喊呢，哦，從卡拉 OK 再個學唱山歌咁樣。台上有幾多鋪，台上嘅太太們也加點平常時嘅空閒，製作手工藝品，一盤展覽，互相交流。呢條快通讓盧太太在異鄉不至於覺得孤單。尤其係每當公司嘅同事去在路家，就會嚟等等佢做一張香噴噴嘅客家菜，佢就充滿了成就感。就講種子播到哪就會做到哪去。不過出來當然啊，思想情的事嘛，思想的事嘛，實在上海也一難耐啦。同學、朋友、親戚全部都冇得啊。一人按樣過日日嚟呢，禮拜日啊，就會可能那個想辦法，那台上要過來了要來請來聊一下。我打探一下台灣的情況，有嘛好受心喎，上下都會有安尼心情，上下都請伊個好朋友過來，聚餐小酌一下飲兩杯嘅，有人都到台灣過來帶兩了檳榔過來，試了下就茶當多去嘅，喺台灣帶呢台灣啤酒過來飲兩後就吃得無空樣樣嘅，安尼思鄉的心情啊，有時候可以舒緩一下。但後嘅重頭戲就係大家所期待嘅客家山歌卡拉 OK， 能夠在遙遠嘅異鄉，留向故鄉嘅人氣共下來唱熟悉嘅山歌，竟然係用嚟到客家台上，節目地位度充滿了感動。每擺嘅氣氛都在歌聲中睇到最高潮。一片同樣啦，台灣當年頭嘅卡拉 OK 到馬來西亞同樣台上，所以到台灣帶一些卡拉 OK 過來嘅，大家都想有行到嚟唱一下山歌，尤其係啲客家人對於山歌對於啲下有情嘅聽到山歌真係感覺當思想加強嘅啲情緒啊！喂，一幕一幕嘅就會都深度都安尼流露出來感覺非常嘅快樂。不過安尼你哋行喺歌咩同樣天日行喺去山忙去打拼去做事。親愛的即將告別嘅時節，盧秋賢拿出了一副沉氣旖旎嘅快樂來作為禮物。一送快樂有100分嘅力量。但係少了一句快樂，就減唔起任何嘅東西。呢個道理，不斷嘅期盼等盧秋賢在聲樂當中同客家文化嘅推廣當中努力。
因我哋在邊上看到客家人團結一致、打拼事業、談學校、起會館，唔也係共用嘅道理咩？邊上嘅客家台上，儘管雙重對義，但係係你一清楚，客家精神嘅價值係金錢冇辦法替代嘅。